3月11號彭博報道咧，我國嘅 A 股可能成為全球投資者嘅避風港喎。點解我哋咁講咧？你嚟睇睇呢一幅圖，呢一幅圖你見到 CSI 300其實即係滬深300。由2月28號即係阿朗問題嗰陣時候開始咧，到佢而家研究個結果就睇到個數據，滬深300即係跌咗0.1個百分點。而你睇睇下一層嗰個就韓國嘅，韓國已經係跌咗10%，而最低嗰度 S&P 500咧，即係美市咧，係美國個股市咧，都跌咗嘅，跌咗1點多。咁即係話根據而家呢2個禮拜個局勢嚟講咧，佢哋研究世界各地嘅指數，就滬深300咧，好似已經抵禦得到世界上個動盪嘅。尤其是而家油價咁樣起，世界地緣政治問題都影響唔到 A 股嘅，唔會跟話全世界咁樣跌嘅話咧，而家有啲基金經理咧就話，可能好多國際投資者係忽略咗中國嘅 A 股嘅穩定嘅因素，而此之後如果油繼續咁樣起嘅話，世界嗰個地緣政治喺度咁緊張嘅話咧，可能啲國際投資者咧開始會轉移過嚟滬深300 A 股嗰方面，你哋係點睇呢？大家評論區討論一下，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